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这2天，法国总统马克宏去了中国，你来选美国，讲是咱欧盟的利益无甲伊相共，无爱对路。也佫讲一个乌克兰陆武未煞，佫插着中国内政哪通好？唔通一直对着美国。那么法国总统敢有占着约，也是伊别有所求来带方向。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林老师，大家平安。那么第2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3位，军事连线杂志总编辑刘学克，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4位，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辛明哲，平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来看最近伫网络顶头已经开始流行一种字，叫做马克加一个 ing 啦。到底什么意思呢？马克宏在台湾拄啦结束去到这个中国的时阵，法国的总统呢马克宏伊就指出，讲欧洲应该要避免因为台湾的问题来陷入到美国甲中国的冲突，这引发的讨论。那么国际上呢，有一个联盟叫做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来批评到马克宏甲全欧洲共识来背道而驰。那么目测着无关乎着台湾甲国际社会维持台海稳定的努力，嘛批判马克宏甲威权体制来妥协的做法，明显无学到历史的教训。法国总统马克宏前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了后，接受欧洲媒体 Politico 甲法国记者联访，指出伫欧洲战略自主的结果之下，欧洲应该避免因为台湾问题陷入美中冲突。这个讲话也引起真大风波。国际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成员七早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马克宏言论无代表欧洲，也强调伫北京扩大南海军事演习行动。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继续表达支持的时机，马克宏讲话无疑是对台湾无必受高惨，不止轻视台湾对全球经济重要位置，也提高国际社会10多年来对稳定台海局势所做的努力。马克宏自2022年底访问美国，甲总统拜登发表联合声明，讲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透露能够伫台湾问题顶悬有共识。即马才为避免因为台湾加入美中冲突，甲重要议题顶悬应该挖靠美国的讲话，引起外界批评。马克宏目前的立场明显甲欧洲无同，也质疑法国是毋是带领欧盟加做美中之外第3强权。针对马克宏讲话，美国白宫也强调两国依然会伫重要议题顶悬密切合作。We're very comfortable and confident in the strong alliance and the strong friendship that exist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there's a lot of terrific bilateral cooperation just alon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We're focused on that. We're focused on making sure that together we're mee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of both our peoples. 马克宏伫结束访问中国行程，登去法国中途，中国就启动台海军事演习，互外界看作是报复蔡总统外交出访，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Politico 引用亲近马克宏人说话，说明马克宏对中国3第1离开中国了后，才举行台海军事演习的安排真满意。法国官员也透露，马克宏甲习近平的会面也密切讲到台湾问题。Politico 指出，甲美国欧盟比起来，法国伫台海问题顶悬的了解空间明显是更较宽松，甲无清楚。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论。咱首先呢，要来先来了解讲法国或者是法国人，在对着中国的这政策上，对咱尤其对台湾是好也歹，吼啊，伊的外交路线是毋是一直拢真独立？这个请教着林老师吼。法国人其实咱知影，伊甲美国的关系是真好，吼对
美国要独立的时阵，迄阵是头一个战声，迄就是法国人，迄自由女神啊，就是伊送的啊。啊是安怎？在这个路上，但是他到咱听美国的这个发言人，就是讲啊 ，we just focus on that， 阮就是吼两国安全，伊嘛无甲批判，无亲像欧洲的这其他的朋友甲骂甲安尼，这到底是按什么美角的？咱知影即个法国、甲美国、英国啊、中国、俄罗斯都是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啊，所以法国是一个大国，吼。啊，中国原来是足需要法国甲德国，吼，因为伊要伊这欧洲甲美国中间，吼，会当来啊拍破，吼，互美国无法度甲欧洲连做伙，伊即个乌克兰啊，伊这中国的压力的顶悬，吼，啊是伊这台湾的问题顶悬，都有无共款的意见。咱知影这法国是确实甲几个欧洲的国家，尤其是英国，无啥物共款啦，吼。咱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即个法国是投降，啊，英国继续来抵抗，吼。啊，佮有足济就是讲法国为了不满，吼，那不满即个美国以即个欧洲以及北约，当时来做头领头，啊，认为讲法国本身应该要有家己的战略的自主啊，吼。家己爱有即个主权，啊，袂使哦美国当咱就牵咧行共款。但是咱看起就是讲即个法国的总统，伊较早过去即2冬啊，伊应该当会记住，伊甲美国，咱头先有看到，伊甲澳洲，啊，伊甲其他诶工业国、其他工业国国家，伊甲欧洲联盟诶全部诶领袖。都有讲一句话，就是讲强调台湾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是啊，安那会反起反倒。所以即个看起就是讲，即个甲伊做伙去的即个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是照即个欧盟过去的立场，对啊，人伊嘛安尼讲啊。所以即中国就对即个冯德莱恩甲对即马克龙完全是无共款的态度啊。规矩都无共款。对啊，所以咱阮就知影就讲马克龙可能有法度代表法国，不过即马法国的国内有足济的问题，即年金改革的问题，啊，佮有足济咱看起即个。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伊也可能用即个来吸引到外口人的注意啊，互伊即个压力较少安尼。我是无讲即种的推论啦，我是认为讲伊是即个领导者本身的问题。即领导者本身的问题，就是讲伊的眼界看了无讲足远，吼。虽然讲伊即届有160只即空中巴士，吼，啊，咱看起就是讲去年即个德国的总理秀兹，中国有同意140只，所以两个迄中国的态度是完全无共款，吼。所以我是感觉较大是即马克宏本身的问题，啊，并毋是讲法国。这个政府本身的问题。是，老师是安尼解读啊。啊，那李老师，你感觉咧？即法国人本来伊在外交的路线就一直小可无共款。确实啦，确实，因为法国吼，其实对这第二届大战以后吼，因咧遵守的外交的原则就是戴高乐路线。戴高乐是因这个第2次大战结束了后第1任的总统嘛。迄当初伊就开始咧主张战略自主。啊，什么叫做战略自主？就是讲伊认为讲法国是欧洲的一个大国，所以咧，虽然欧洲吼甲美国的关系因为大战的关系嘛，所以甲美国的这个牵连一定愈来愈弱，而且迄当初为着要对抗迄个苏联，所以当初开始有这个北约组织出现嘛。啊，不过有北约组织出现呢，嘛无代表讲法国会放弃伊家己的主张，所以当初伊踮咧法国踮咧即个北约内面，还是讲踮咧即个后摆，即个欧洲共同体啦、欧洲市场啊，过来即个叫欧盟，伊的角色吼，甲其他的国家有小可无共款，伊就感觉讲，我法国是欧洲的大国。
所以我应该大领，应该带领欧盟变第三支。是，我爱甲美国，甚至甲中国大陆定住为山，就是讲三角嘛。我嘛算啊，咱来对这安尼来理解，但是伊即摆去到中国，看起来毋是讲我要甲你做第三同款第三项的感觉呢。确实啦，即届互人去，变讲吼，伊的身份是啥？生理人。敢若去做生理啊，叫冻细汉的。对，主要是要去做生理，像头拄林老师咧讲嘛，160架空中巴士，啊，到除了其他即个商业签约啥物嘛，伊当初伊即届带足侪迄个企业家去，企业家去，所以即届签着足侪大单，所以感觉讲，伊对即个内部，伊法国国内即个企业有交代，对你经济有帮助啊。所以大家看讲，所以伊才敢安尼讲。所以大家看讲，本来是讲，伊若到冯德莱恩去，是希望用个说服。本来是讲要去进前，一直要讲，阮是要甲讲去乌克兰哦，你安全呢？就拜托，想讲要叫习近平，结果去到遐鸡喙变鸭喙呢？啥拢无讲着啊。虽然根据有啦，可能两个去讲，去社会园仔的时阵讲着，对啦，虽然帮忙啊。对，法国总统府事后有一个声明有讲啦，讲哦，马克宏确实有甲习近平讲着这个代志。乌克兰嘛希望讲习近平利用伊甲普丁的关系，去影响普丁较早撤兵。但是我看伊甲普丁讲煞，普丁嘛无啥爱插伊呢。是，所以这个状况以下，比如讲，所以按照刚才林老师讲的，讲都是这个法国总统个人的风格的问题。确实啦，因为你甲你出发进前所主张的。还是讲你想要做到的代志，拢完全无对。即我来请教着总编辑吼，咱来研究讲法国的这个地缘政治，吼地缘政治包括着军事，或者是讲伊地理性伊的空间，伊在整个吼这 NATO 内面，伊的位置，伊敢有这个在调头讲，我要取代德国，我要来做领头的，我要来领着这个欧洲来变做阮三足鼎立。哦，要来牵涉到，要甲美国、要甲中国来平起平坐。是在近年传统上的法国，它一向在军事上面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比如说它有它完整自己的军事的系统，它有战斗机的生产工业，它有军舰生产工业，有潜舰。好，那它在欧洲上面，它也是传统的军火的外销的国家。那比如说，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倾向于保守，比如说他对于那个难民的收容的问题，好，他也是相当晚才接受这个议题，因为他国内也很多的抗争。那毕竟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啦，所以每一个现代国家，它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是没有错的。可是欧洲毕竟它如果以欧盟来讲，它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关系。那可是，在历史上面，它跟英国有过100年战争，跟德国更不用讲嘛，就是互相有征战的历史。好，那所以它在欧洲的区域平衡里面，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可是它如果说像乌克兰议题，它一直是用希望能够和平去处理，用呼吁的方式，但是事实上来讲，好像普丁并不太没什么作用啊。对，不太理他嘛。那这一次他来谈到这个台海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禁去怀疑说，那你用这样子呼吁的方式会有效吗？可是也不能够去忘记说，我们有2项重要的武器装备都还是法国拿给伊手头的，对，卖给我们的。那这2项装备也近年也是有限于一个，就是说我们没有像是其他美式装备或者我们自己国造的装备，它有在性能提升的空间。拢无啊。对，因为比如说法国人他可能甚至于他的维持经费都是相对于美制武器是比较高昂的。对。那这个问题变成说，但是如果说假设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如果说这个武器除役了，那我们跟欧洲的军事合作，好，可能就会有一条这可能的路线就可能会停止。所以这个在早期我们维持这个法制武器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那这也是同样我刚才讲，就法国很多武器装备它外销，所以它也要影响国际
的局势，因为毕竟你用了他的武器，你就会采用他的教范，采用他的后勤补给，他就会有他自己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那也反过来讲好了，就好像澳洲的潜艇的购案一样，美国现在说，不好意思，我们来造核动力的潜艇，那法国的这个方案就某种程度上，我给你炸起来，对，就出局了嘛。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国际间其实可能啊，有去切掉伊的意啦。对，那你知道市场就是这样，或者是国跟国之间就是这样。所以公告对中片集团的意思是讲，这个马克宏根本就生理人，伊咧算的，伊的算盘卡咧排喺卡车边，伊咧算讲我这个法国的利益是话，咱唔通甲怪伊啦。也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从西方的那个历史来讲，他们民主的进程是相当早的，那他们也有所谓的骑士精神。那你今天为了利益，你有些道义上的面向你不顾的话，这个当然怎么讲也说不过去，因为毕竟那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嘛，而不能说你有钱，然后我就可以。所以看有他动几工啦吼。对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台湾的问题能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我嘛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要请教着辛老师吼，伊敢会使共款会使讲，但是讲法唔通讲甲安尼，遮无人性，还是讲遮伤害咱的心情。吼，伊若讲啊，因为吼我来遮吼是要来做这，所以我就不对一个中国的代志，我来做啥物参详啊，其他吼咱转来才讲，伊嘛会当安尼讲啊。啊，选啊，伊挑工要安尼讲，辛老师你安怎看？咱拢讲外交是无永远的朋友，敢若永远的利益。咱会使为马克宏伊的目的，甲中国的目的来看。马克宏的目的，伊访问中国的目的，我感觉无一定是地缘政治，也是外交，也是国际考量，应该是国家利益。什么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所以你看，伊卖出去空中巴士160台，佮有直升机，中国即摆有家己发展919的客机，是安怎佮甲法国买？你为迄个中国伊的目的，伊就要分化法国甲欧盟的关系，分化法国甲美国的关系，这是中国的目的。挑工甲你踩讲啊！嘿，你著看伊对台冯德莱恩甲马克宏的态度、规格拢无共款，伊著要甲你分化。这就是统战。我中国用钱是主啦。你看马克宏伊嘛，敢若足欢喜的吼，伊若感觉我足厉害。德国可能嘛想要讲去访问中国，去摕到一寡迄个经济利益。毋过即摆是立党联合执政，伊较毋敢。法国著走第一。其实欧洲足侪国家都想要讲，即摆中国已经采取这和缓的政策，想要讲走去中国。可能甲6岁来个蹭一下呢。咱会使讲，马克宏敢是天真，我就感觉伊个现实，因为即摆法国的经济。老师认为伊较现实。现实，利益优先。毋过伊讲敢会讲即摆的背叛北约，还是背叛美国？我是感觉袂。你看到顶届马克宏有看到咱台湾一个代表，还是啥会去访问法国？伊就讲你台湾来恁那电动车你半导体进来法国投资你就看伊可能法国即摆经济无啥好所以伊想尽办法安怎提升法国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可能先放边是。咱看到这个图表顶头这即摆新出来这字啦这 Macroning 这英语我小读一下唔是挑工要唠英语啦就是 deliberately increasing one's dependency on China whilst 意思就是讲挑工要增加对中国的依赖而且呢是。针对着要挑工要对着欧洲的这个朋友partners about naivety， 他老师讲，老师认为这个马克宏唔是天真啦，应该是较真大岁目，大岁目need to boost EU's strategic autonomy， 就是讲咱欧盟爱自我提升，但是欧盟敢真正？去美国看迄片仔行吗？欧盟敢有通感觉看起来敢若是铁帮一地吗？林老师？
这个马克宏以这个2019啊，哦，差不多2019，差不多4年前啊，吼，伊捌安尼讲过的，讲这个北约啊，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已经闹死了，吼。但是咱看起这个2022年2月，这个乌克兰战争以后，我就认为讲马克宏较早讲的话，伊的观察就完全无共款，吼。唔惊这个北约没有芬兰化。是芬兰加这瑞典要加入这个北约，吼，所以这个是讲，咱知影讲，个人的领导者，伊有伊家己历史的地位，吼。但是我是认为讲马克宏，对于法国的总统来讲，并唔是讲，是有法度来领带这个欧洲，不管是欧盟，无到迄个勘察啦，还是这个北约，吼。咱知影就是讲，这北约以这个乌克兰战争。以后有足大的改变，吼这个法国，其实以这太平洋差不多有8000名的法国的军队。哦，咱知影来讲，这法国以这南太平洋，吼有足侪伊较早伊殖民地啊，吼比如说新克里多尼亚，吼有诶抑个无独立，所以对于法国来讲，吼是足重要一个太平洋的国家。咱知影讲法国。伊有卖互咱即个拉法叶啊，即个新航舰哦，即个新航舰要登来到台湾，是为澳洲、大西洋啊绕过，然后为太平洋吼啊来到登咱台湾。是大理。所以咱各咱看起来讲，即个马克宏领导的法国，差不多有1-2个月以前，甲即澳洲啊有即联合声明，即联合声明我来赶快讲着，强调。台湾的和平甲安全的重要性，所以伊会当就是讲，因为即届啊，伊可能是伊2019捌去中国大陆访问过，2019的11月吼，即届是算伊搁一届吼。哦，安尼算真接的吼。哦，咱就知影讲，伊习近平甲伊本身是会再讲是。咱老朋友啦，不只啊会骂啦，对啊，所以伊北京不管北京还是广州，就是讲较情绪化，伊这个讲的话啊，可能有。所以老师刚才当解头讲，马克宏这所的可能是一时风驶一旁船的人，会使安尼讲。我是认为讲，伊可能是。无你像头头老师你甲算起来，哦，伊啊一时啊讲安全啊，一时即马讲安全。敢会当安尼来解读？其实以中国访问的时候是应该是这个山东舰，山东舰要出来吼，经过巴士海峡，应该原来是伊知影有较紧张吼，认为来讲，伊这台湾本身对美国以外，法国提供的一寡的军事的武器吼，即摆抑个有足重要吼，所以咱是较。希望啊！我当然是无咧讲啊，咱一厢情愿吼，一厢情愿讲啊，你一定就爱挺难。但是你为了做生意，咱嘛会当理解啊，吼。所以咱只是讲，咱来理解讲世界情势，吼，各国的之间的情形，吼，咱吼即观众朋友会当吼，即个眼界会当拍开，唔当拢安尼用情绪去人骂。哦，主要是咱最节目是要讨论安尼啦，吼。所以我们来请教的李老师吼。那照安尼来看，伊离开中国了后，中国才来开始来做军演，算做互伊较民主，还是安怎？哦，这是头一个。老师你安怎看？是啦，因为大家看吼，马克宏离开以后，真卡一走，中共就开始宣布讲对台的军演嘛。这个军演连续几天，已经宣布。今仔日结束嘛，结束，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讲，加减啊，互伊民主啦。上少卖点啊，伊点咧甲洗面，甲洗面讲啊，明明我特别为着你，我无讲着台海的情绪的代志，你上少你嘛互我一个民主，我走，你才准备要对点咧台海咧军演啊是安怎？上少伊嘛袂照安尼讲啊，咱就拜托世界各国的领袖拢。逐个月吼，照论日，照一月生吼，去甲拜托，去甲拜访，伊就拢袂来军演。因为照你讲啦吼，因为即马大家看嘛，即个3月，迄个大陆的两会
结束以后，大家看讲，习近平确实对外的政策较软，开始有较软，伊开始要行出去啊。3月底伊踮要博鳌，海南岛迄个博鳌，伊去接见足侪各国的领袖嘛，吼。啊，另外伊4月初伊3月底去先去迄个俄罗斯，当然啦，伊一定要先去甲俄罗斯讲一下，表示讲我即马开始要行出去。上少莫讲，上少啦，你可以下 OS 哦。因为比讲莫互普丁感觉讲你想要踮咧后壁咧甲我创敌嘛，嘿。上少你讲，你先来看我兄弟。先去拍一下底。嘿，啊，另外我才去别个国家开始咧看。因为开始吼，因为大家拢知影，国家领袖伊爱为着家己国家利益咧拍算，所以伊国较安怎讲，甲习近平讲，咱两个即个关系友好关系无上限。问题嘛，国家安怎就一个底线嘛。因为即马即中共驻迄个欧盟大使，迄个副总刚去讲啊，无上限是安怎？形容词嘛。伊家己就讲嘛，即家己嘛讲嘛，形容词就是安怎？一定有一个底线啦，无可能无条件来支持啊。所以即个一分，即个情形，比如讲，即习近平伊嘛希望。踮咧国际上，莫可去让大家认为讲啊，一直对，对，啊，所以开始嘛想要改善。所以咱无应该讨论马克龙讨论较济啦，吼，小点者就好。咱即马关心讲，即马阿强啊咧做军演吼，到底伊即摆军演是认真呢，还是互美国民嘴，还是互咱台湾的小可试者水温者？这总编辑你安怎看？是。在前几天，国防部他有公布一个照片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军，这应该是济阳级的巡防舰了。咱无翘卡，我们无翘卡啊，我们比较正经一点啊，这是应该是军舰的左右僚的一个位置啊。就我们的那个海军的官兵正在监视这个山东舰跟他的那个僚舰补给舰啊。那这个也是同一批释出的照片，它是。应该是空军的侦察机拍摄的啊。那在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中共的军演跟上一次一样，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点用军事手段去回应政治的问题。好，因为我们刚好美国的那个麦考尔访问团离台之后，他们就展开这个军演。那我们公布这样子的照片，也跟国防部以往的作风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有能力，而且我们距离也够敌近的，可以去做监控的作为。那这个。我认为这是常态，我们只是说以我们这次来讲说，他这次是一个演习，但其实就空军来讲，他们常常在我们的附近的这个空域跟中共的飞机做这样子的对峙。那刚好也因应今天讨论法国的主题，这是我们空军2联队操作的幻象战机。那这个是我们那时候有听到，就是说在演习的当天的早上，载空机直接转任务。去做监控，那在2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对峙的过程中，也不能说对峙啊，就是在2个小时的监控过程中，这个我们的载空机有些其实是训练去转用的，所以它并没有武装。但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这个飞官，他还是很勇敢的去担任这个任务，就评卫我们的任务。小戴，总编辑，你的意思是讲本来是在训练呢？对。啊，临时甲改科目，对，改科目，讲你都要去对。对，就直接第一波就顶上去了，载空机，然后各基地都会有。你敢解释什么叫做载空机？华语的载空机是什么意思？它在飞机起飞之后，在空中进行不管什么任务。在空中。对，在空中的就载空机。载空机。对，那载空机先顶上去之后，就是讲意思是讲，我本来伫外口咧招车。是。结果讲，来，我来哦，公共电视要一只。对。啊，你就要紧来啊！对，空军会有。站管单位会按照他雷达得到的情报，会通知我们的。飞行员听到，唔就小可会切一下哦。会，一定会的。那在各基地都会有警戒机，警戒机它是挂载实弹，在几分钟之内就要完成升空。这个警戒机也会立刻去升空站位。那这是比较特别，是说中共的这个军演的时候，他们利用我们的训练空域来做他们的训练。这个味道上面来讲，就有一点刺激了。那我们是用更高的位置、更漂亮的战术位置去对应他们。
对，所以我就认为说，在我们面对这个军演的这个所谓的威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考虑到说，我们的军方其实训练得很扎实，他们也有用他们的方式来做相对的对应。有用头壳在想啦。对，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对军方来讲是他们的日常，对，所以也不用说特别的去在乎，因为这已经变成是一个习惯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支持。但是我对咱做老百姓来讲吼，那边叫咱习惯吼，实在讲的有较难呢。吼，看人逐工咧飞来，像你头仔咧讲，哇，这听起来呢小可紧张呢。心中军是毋是爱安尼想，还是讲咱爱安尼想，爱安怎甲咱的老百姓讲哦，这是日常，但是阮是真斟酌，而且100%当控制，咱敢会当安尼讲？我心教授啊，毋是心将军啦吼。大家看这个图吼，我经历1995年、96年、甲去年、甲今年的演习的图，你会使看，就是讲迄个黑色的95年、96年。红色的去年，上红的就是今年。你会使看讲，伊虽然讲敢若为无共的方向对台湾，毋过拢伫24海里就挡伫遐。去年其实有一个阵为高雄遐有入去差不多12海里，所以今年你会看国军即马24海里就袂使互你入来。我用海巡的船，我用载空机咧训练的，我用战斗机拢袂使互你入来，比去年较积极。毋过今年的中共，你会看到讲，伊的山东号到迄个台南的西南的海域，伊做训练。拄开始的时阵，敢若是训练尔。到来看这个图，这是3号到7号伊的演习的图，你会看伊的点伫福建边仔有几个点，伊火炮的射击。另外伫迄个宫古岛甲宜兰遐嘛有一个点，遐有几个军舰有去遐。红色的就是山东号，这是3号到7号。所以拄仔讲，马克宏等于法国开演习，开始无啦。4月3号伊就开始演习啦。这是7月9号，4月7号到9号伊演习，我有画一个箭头，这就是山东号。伊即马搁伫遐伊咧做演习训练啥？训练伊的飞行机歼15起降的训练。其实伊这训练，一个月以后嘛会使，一个月以前嘛会使。因为什么？为什么选这个时阵？伊就配合讲伊要抗议伊要对美国抗议，对台湾抗议，所以到即马。毋过这是山东号第一届到这个海来训练。嘿，讲伊的军舰可能伊的航行，还是伊的飞行机，拢毋是讲足熟的。伊伫这边嘛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以后咱的抗水舰，那有迄个鱼叉飞弹，伊就伫遮就变成一个火把。美国的军方嘛讲，伊山东舰伫遮，美国的核战术潜舰，对这嘛要攻击嘛足简单的你会使讲，伊老师的意思是讲，伊摆伫遮，伊是演互你看，其实是对着实践的这个意义不大。伊的想法讲，我放伫遮，以后你美国若为关岛还是为夏威夷来支援台湾，我会使伫遮甲你冻掉的。毋过伊山东号伊的性能，甲美国的福特号这种先进的航空母舰来讲，差足济。伊冻伫遮嘛，无一定有啥物作用。就是采只石头放伫遮，这石头是烂还是用都袂要紧。我就甲你讲，我即马伫遮，看你要加过来无？安尼。甲你试者安尼啦。对。另外一方面就来请教着老师老师有提供咱这个地图这卢宋，这菲律宾的卢宋，这3个红点，这3个基地。老师给咱解说，这3个美军的基地要开始启用，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美国加这个菲律宾因经过差不多足久的讨论啦，这讨论的中间就是这基地选择伊什么所在，咱知影即马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伊本身就是这个红点的倒手边西北方，就是这李宋岛的西北方。一般来讲过，讲伊的家乡故乡离这个高雄较40分钟，就是讲伊台湾发生什么冲突，
这个菲律宾呐，所有的上定啊，军事的上定，无有一项是菲律宾会当完全都无介入吧。所以伊就是讲最重要就是讲伊爱保护15万人的菲律宾，15万名的菲律宾的因伊台湾，无论是做啥物的工课，因的生命甲财产的安全。嘿，老师，你甲咱讲吼，那高雄是差不多这边，差不多是较瓦，对，差不多是安尼对，嘿，在这边高雄对，哦，离这南屿那是足近。离这个南树，吼，南树差不多巴丹岛正边吼，在顶头是。这个跟咱知影就是讲这个旧年的8月啊，吼，这个佩洛西到台湾来访问，这个习近平伊有一个演习去台湾，吼，是一位这个第五区啊，就是这巴士海峡。这巴士海峡就是台湾甲这个菲律宾离送岛的中间。所以咱知影来讲，这届伊美国有4个新的基地啊，有3个啊，就是这伊北边的离送岛，所以会当足清楚啊，就是讲完全就是根据这个台湾甲这个菲律宾的北边巴士海峡的安全。啊，恁讲咱伊这个紧张的一站，哦，美国伊要经过这巴士海峡来到南海，就绝对这巴士海峡袂再由中国来控制。所以安尼算起来，中国无所有的这个军事武器，无一定敢若针对着咱台湾啊，尔哦。伊嘛要来食这个南海啊，要来食这个菲律宾啊，啥伊还种4个5个要来试看卖哦。这个应该是会当你讲长期来讲啊，伊也讲有法度来控制台湾。我想讲，伊要控制这个南海，就无啥物问题。伊要控制这个钓鱼台，佫愈啊无问题。所以就是讲美国真正关心这个巴士海峡甲台湾有足大的关系，就是讲以这个台湾上近的所在，会当来预存，事先来放一寡武器甲弹药，还是讲伊的机场。所以咱看起伊有海军的基地，阮有机场，会当有这个战机还是战舰，有法度来放这个所在。是，这我来请教的李老师吼。今仔日立法院吼，这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国民党吼，共同来谴责呢，吼，是，这应该是真罕见哦，吼，这到底是啥物情势？还是你会分析讲，国民党在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对着比如说美国对着咱台湾的布局，对着甲这个，你感觉国民党的这个意图是啥？是啦，我伫遮吼要甲大家观众朋友解说一下，其实国民党吼，其实无讲一定是反美，其实讲无一定是反美。对，你应该讲是有当是会反美，嘛毋是讲反美，是讲以美。啊，问题这个以美，这个为什么有这个以美论这个出现吼？主要是讲。就是提醒咱台湾朋友，就是讲，无应该讲咱讲望美国踮咧咱台海有冲突发生的时阵，美国一定会来，因为咱去看前几年，迄个民进党政府直直互人台湾人的一个望，一个梦想是讲，看起来美国人正足重视咱台湾安全，所以不管什么情形。美国一定会出手，吼！迄当初互人望有这种，你会讲梦想嘛好啦，嘛是这种幻想嘛好，吼。无啦，我相信经过乌克兰这代志了，大家应该是无幻想。对，你即马为迄个民调吼，应该发现，去年还未就即讲今年还未乌克兰发生的时阵，乌克兰战争发生的时阵，迄当阵将近有过半的台湾人感觉讲美国一定会派兵来。啊！乌克兰发生以后，这种数字已经落下差不多2成左右，所以即马国民党所以咱就爱家己自立自强起来。确实啦，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哦，国民党其实是欢迎。所以该谴责嘛是爱谴责。确实啦，因为国民党来讲，伊是感觉讲美国咱亲美本来是台湾一定爱做的因为咱的安全
咱的武器，甚至咱的国际地位，什么，拢你的这爱美国的个讲法是帮助。会当代表整个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想法吗？其实是啊啦，其实是安尼。对，其实国民党内部的人，其实大家拢感觉讲，亲美是一定爱做。是。啊，毋过咧，亲美甲油路吼，其实无冲突啦。干嘛呢？确实啦，确实无冲突，因为为着咱台湾家己的安全嘛，咱一定爱甲美国合作。啊，毋过咧，但是咧，美国人叫咱落啊创这啊，若习近平啦讲你袂使创这啊，咱要安怎甲咱有路？所以我应该讲啦，因为这就是国民党甲民进党，你会讲上大。无你感冒啊，食优罗安啊？因为吼，主要是讲，因为咱是感觉讲，咱为着卖踮咧台湾、台海发生冲突，咱必须甲中共维持一个对话这个爱的空间。真高的智慧呢。这确实啦，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大家拢知影，马英九时代迄当阵，中共迄边就认为讲，你伤我美国人啊，你伤我美国人。干嘛呢？对，问题美国人有听惊嘛是讲，你甲中共行伤紧。是啊。是，迄当阵嘛，美国人嘛有这个声变做音嘛。美面不讨好。是，所以变讲后摆吼，你若讲这样明年啦，国民党若这样赢吼。其实明年国民党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讲，到时阵伊执政吼，亲美甲油路，这个两个路线，看是要食优罗安还是要吼？嘿，两个要哪行，迄是伊家己的问，这伊家己爱去思考的啦。这我因为小咱吼，辛老师要先有代志要先走，我互辛老师先讲吼。老师，咱即马看到这张图表吼，你睇下记了真侪例，即马。中国他们讲吼，插这个船啊，创这吼，叫做 denial 吼，甲你等咧遐，甲你讲你袂使来，你袂使来，要测试吼，要测试咱的决心啦。吼，咱譬如讲，他说，咱的迄个载空机啊飞去，咱要较勇敢的。这部分吼，咱台湾的军方是慢慢在进步，但有较在啊。咱会使看讲，即届演习吼，一方面是迄个验证反介入加区域拒绝的这战略，这战略是1995年就开始啊，的防止日本甲美国的军队介入台海的冲突。第二个就是讲，为去年开始的中共所谓讲围堵，还是类围堵。即马你看最近的演习拢是安尼，就是几只船伫边仔甲你包围起来，冲入去你24海里甲你封锁。面对这个状况，第一个就是讲，咱若互围堵还是封锁，有倒一个国家会来帮助咱？敢若美国嘛，第二就是讲，咱会使挡偌久？会使用什么方式来反制即款的围堵甲封锁？咱若军头会使拍得足远的，伊的封锁可能就无效，对吧？咱会使看得足远的，也是讲甲美国有啥物合作，中国有啥物行动，也是有啥物威胁的时阵，先甲咱讲，会使做准备。我感觉这是足重要的。另外就是讲，咱所谓的关键基础设施，也是咱的能源，也是咱的天然气，若是讲。后备动员，咱会动员，就是说讲，咱坚持落去，咱的全民会使团结，就是说甲乌克兰共款。罗西亚本来讲5天就爱占领乌克兰，即马东外阁也未占领。若讲台湾的人民会使团结，会使先思考讲，若爆发战争，民间要安怎做，军队要安怎做，政府甲民间安怎合作。我想讲，台湾的表现应该比迄个乌克兰较歹。命运袂遐惨啦，也嘛袂啦，但是我再请教到这个总编辑咱即马看到这个这个山东舰所谓突破第一岛链啦，但是事实上已经扫来扫去啊，是扫了真济啊，是这个美国人，咱头仔也听到老师咧讲啊，伊嘛做了真济军舰的基地啦，还是空军的基地要重新来部署。即摆目前看起来，在这个南海也好，还是东海也好，美国人甲这个日本人，因在对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反制顶头，对着咱具体有啥物帮助？
我们讲第一岛链哈，就是比如说日本、冲绳、台湾到菲律宾这样子的一个地理上的，这叫第一岛链。那第一岛链有几个出口，一个在我们的北边宫古海峡，我们跟冲绳的接邻；一个在南边跟菲律宾接邻的就是巴士海峡。再更往北走，你要走鄂霍克次海，就是到俄罗斯那边去，对，然后不然就再往南海去走，寻求从其他的海域离开，然后进入太平洋。那美军的战略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我第一岛链没有了，我就是往后退到关岛跟夏威夷内线。那在二战的时候，日本曾经直接攻击过夏威夷嘛，那也确实获得不错的成果，但是很快的美军的工业实力就把它补强起来。那现在所谓的突破第一岛链是听起来比较惊悚的说法，但实际上他如果主张我是无害通过，其实他是有权利航行在这样子的水域里，他可以任意的进出。总编辑意思是讲，伊的军舰安尼出入入，伊的机军啊无压起来拢不要紧。对啊，就是我无害通过嘛，我通过你这边，我只是经过你家门口嘛，然后我表示我是无害的。那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之下，这个是不发生冲突就不合理。对，所以对于所谓的第一岛链的突破这个话题来讲，我认为是有点假议题啦。他对他来讲，他只要就跟美国也会去主张他是无害通过，但是伊个有连带性。是，伊侵入咱的12海里，是24海里，是，这是不是有连带性？是，应该讲说，它目前应该是还没有进到12海里，就是领海内。那我们的军舰或者海巡的船舰也一定在12海里前把它挡下来。对，那24海里到12海里，这个是领海接邻区，这个部分也是一样，甚至在12海里，商船它如果要进我们港，它还是得航行在12海里内嘛。那现在这个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表态，就是说，就好像我们以往所谓海峡中线的默契，中国现在把它打破了，他们的训练机等等的会进到这个超过海峡中线的位置来到比较靠近台湾这一段。但是因为以我们的防空飞弹或反舰飞弹的部署来讲，其实这个东西我还是刚才讲，就是它在政治上的意义是大过于军事的。其实你安怎走拢走不去啦。对，就是说我如果真的有心要反击，就好像去年的演习有一个很近，说看到我们那个和平电厂的烟囱一样，我们算过嘛，2分钟大概雄风2型飞弹2分钟就命中了。然后他公布的那张照片是没有穿任何求生背心，没有任何舰艇执勤装备的那个样子，我们就觉得说那是一个大外宣，甚至对他们来讲是他们自己的大内宣。真正是自我宣传啦。对，我们的认知是这样。那在于说，他这次在这次的演习，其实刚刚那个陈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他的设定的目标已经不再是说我要来所谓的打台湾或攻击台湾，他其实对于抗衡美军或者是甚至自卫队的介入，其实他是创造一个这样子的战略的态势，就是说我也在练习说，如果今天有机会发生冲突，我在这个地方我如何站这个位置。所以总编辑的意思是讲，伊其实无啥咧，甲你台湾看在眼内，伊是要这个剑是咧击着美国，是这个意思吗？应该说，中国的海军他自己的宣传影片有一个 slogan 叫“走向蓝海”，就是说他从所谓的我们讲那个绿水或者是绿水海军，就近岸的海军，比如说我们讲以前的那个北洋舰队，它就属于一个近岸的海军嘛。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海军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培养的军种，它不可能永远都是在这个沿岸，比如说在台湾海峡，尤其是台湾海峡是很难做战术性的展开，因为我们离2个岸边都太近了，对，所以它一定是脱离台湾海峡，它要到大洋，它才会有这个它的战略的价值。那它突破的第一岛链，我们一直忽略一个问题，说那它突破第一岛链，它的对手是谁？你被冲啥？对，那我们比如说美国好，他们之前有一个就是他们叫闪电航母，就是在原本的2栖突击登陆舰上面，原本是部署旋翼机、直升机，他们把甲板的涂层加强之后，让 F-35B 垂直起降型，对，它可以在上面起降，它就变成是一个小型、轻型的航空母舰这样的概念。那这个概念成型也验证完之后，美国海军它的战力就会变高。那中国的舰队，尤其是航空母舰战斗群，它到了蓝水，它的对手就一定是同样拥有像这样子的这个航舰兵力的，港级数的。对，所以在中国之前有航舰之前，他们很强调东风21D 型的这个所谓的
弹道反舰飞弹的这个运用，但是弹道反舰飞弹到底如何反舰，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一个问号啦。它在技术上面还是有一些我们没办法理解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技术是一直在进步的，可是我们是不是有机会看到像二战一样传统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这个搜寻跟毁灭这样子的一个对决？我相信这个可能是未来中国海军的一个目标。可是以我们台湾本身来讲，因为我们是一个防守型的态势，我们有足够的空军基地，有足够的腹地。对啊，咱看你那边秀来秀去，我会当想去下去就跟你下。对，没有错。那刚刚有提到说，比如说它会威胁到东部嘛？其实就空军来讲，第一个我们本来花莲基地就部署 F-16战机，那现在据我所知，各型战斗机它也会到台东的制航基地去做。不管是轮训或者做驻防也好，就是为了补强这一块，对，让它补强这一块。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有威胁从东面来的话，我们有足够的空中兵力可以做第一线的应变。是，他这样吼，大家拢讲起来吼，就来请教李老师。即马讲起来就是有这种逻辑，就是咱家己强来自立自强啊，美国人才会来跟咱斗相共。哦，但是斗相共到什么程度，咱嘛唔知。但是不管如何，咱都要自立自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尤其今年的总统大选啊，国民党嘛是有，咱袂使否认啦，嘛是有某一寡人会讲唔通啦，咱就规矩哦，甲阿强啊讲得好，咱就唔通哦，甲马克宏同款，吼，咱唔通落入这个美中的对抗。看起来敢若马克宏诶，敢若马克罗尼诶，啊，这边怎来理解啊？这确实啦，但是国民党内面吼，确实对两岸关系吼有无同款的看法，啊，嘛有意见，对，确实嘛有意见。啊，不过踮咧国民党内面主要的主流意见是感觉讲，咱爱甲美国吼加强合作。啊，这个加强合作咧，唔免讲一定要牺牲咱两岸关系。咱两岸一定要用对谈，对话啊，对取代对话。所以你感觉今仔日立法院的党团来谴责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演习，啊，中国人会感觉讲，这摆那国民党也骂惨的，所以会较扁嘴，较袂来骂咱。啊，不过一定要有觉悟啊！我必须安尼讲，北京一定要有觉悟。因为国民党无可能讲逐项代志拢去迁就，吼中共的态度嘛。我惊你。所以老师，你即摆咧对习近平咧讲话就对了。嘛，毋是讲安尼啦，是讲因为咱为着家己的国家，为着咱中华民国啊，咱嘛爱好，咱一定要徛咧稳，咱才有法度去面对中共对咱的压力嘛。是，所以咱甲美国合作，无一定讲一定要牺牲咱两岸关系。所以咱当作讲，这一次的立法院的这调亚党团共同来谴责中国的军演，是在咱台湾政治史，还是咱台湾历史上的头一个里程碑啦？这一定要安尼做，对啦，这确实安尼想嘛，对啦，这一定要安尼做啦。安尼做了，这个 message 传落去，美国人会咱来解脱，咱即摆的行为咧。伊是认为讲台湾有无共款的政党，吼，这不要紧，民主嘛，吼，啊，但是对着台湾安全本身，应该内部有一个同意，哦，共款的意见。所以咱看起来讲，咱过去这几日，吼，蔡总统也是做低调啦，吼，啊，转来到台湾，啊，中国的军事的演习已经有过度反应啦，吼，这个过度反应，但是阮啊，互咱知影就是讲咱台湾本身的问题，吼，中国要来统一台湾，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伊都无可能改变，吼，所以按恁讲，以这个情形，顶悬，咱爱知影，每一党的国防的预算一定爱提悬，吼，袂使讲。一个政党啊执政啊，就减这个国防的预算，吼啊，就是讲咱原来是无去啊挑衅啦，吼啊，但是原来本身要有足济的准备，因为咱所拄着这中国毋是，咱是讲毋是食草的啊，吼，就是讲原来有足济啊对台湾的野心，吼，
咱看见这个山东号为台湾的东边，较早咱拢注意到这个西南，即嘛东南的防空识别区，因咱慢慢对咱有这种新的威胁。较早这个台湾的东边是咱的后院，吼，就是讲咱前线等于以这个金门啊、马祖啊，还是这个基隆到这个马祖，还是这东边呢？即嘛咱的东边，咱来有足济无同款的想法甲准备。所以啊，这个我感觉是朝野政党吼开始有这个强情，有这个好开始吼。那么希望今年的这总统大选。